OK， 好，来，又不熬早哈，真欢喜看到恁，4月26吼，1657年4月26拜四，早起。昨迄只领工船利用东北风驶出一个港道路，愿伟大的上帝引带伊平安航行。阿门。约了伫咧9点的时阵，阮看见迄只大篷船 Roldwas 号伫咧对遮的西南西方约了2-3里的所在来停落来，看起来是因为拄着强烈的北风，就一边转来。或者是因为有紧急的需要，速直互迄寡主管呢，必须要决定顺风转来。究竟如何，到时就会知。阮写批互北区的国政务员，甲因讲，福尔摩沙国春社的北商以及迄寡乌比和河川的北商，伫咧北期届满了后，拢允准因继续留伫咧因的地区，不得阻碍因，也不得因来炸除任何的雷门。是什么意思啊？应该是甲原住民讲，恁袂当去阻碍即个北上吧？吼。就像已经受处通知过因安尼，要暗嘛开始冬天的气候吼，对即嘛4月26呢，结果是冬天的气候吼，个冷吼，对北方透来强风，伫咧西北方的海上呈现一片的雾气朦胧的乌阴天。迄只大篷船 Roldwas 号一直咧即个港道入来。停伫咧即个城堡的头前，即篇日志是写几点钟啊呢？拄则伫咧2-3里的所在停，即嘛已经来停伫咧即个城堡的头前啊！吼，监督官 6， 写咧共一工哦。监督官 6， 商务员 Burns 甲船务官 Oak Peters 来议长阁下遐真斟酌来。陈述讲，来报告啦，讲因伫咧本个月25号暗时啊，停伫咧李林甲迄个呼招招啦吼，打招诶北平约了2里半吼诶所在，因为对东北的方向透来强风含迄个大影，互因必须要决定将艇扑断吼，就艇的锁夺断了吼。迄时该船会惊险的处境，就像瞬息之间，性命甲财物拢要丧失相款吼。迄寡大影一影悬过一影吼，就像要堆起哩，含云接连起来相像吼。我你就知影迄影足大啦吼，你可能捌看过伫咧影片。YouTube 上看到迄种大船伫咧海影内底咧，影足大诶吼，迄影敢若要接对天顶去啊，安尼吼。然后咧，大力来冲入去海里吼，有几啊安尼诶大影，甲迄只小船吼冲击到因咧想讲要沉船啊。商务员 Burns、船务官 Oak 甲2-3个士兵拢被迄个强烈的大影拍落海上，但是呢，望上帝无比的怜悯，真奇妙，又搁对海中被救上船呢吼，哇，这是真难得吼，这真正是命是捡着，这是足困难的，无啥可能的代志吼。看起来，迄个灾难吼，像是要真残酷来打击因。一直到灭亡，因是会当定拍一个艇落去停，但是呢，伫咧风影中
伫风影中，若无前来处地，会有丧生的危险。因失去了一个真重的鼎甲锁啊，上后面迄支桅杆顶头的插棍啊落落来，真可能来拍断了一个水手的腿骨，压落伫个骹头屋顶头。详情会当对因所写的日记看到。即个日记因抄来，互阮了解因航行的经过情形，并且供阮将来的参考。好，4个字啦，就是写即个遮惊险的代志啦，所以写较长。进前拢一句话尔，即马拢日志拢一句话啦，读足紧的啦。4月27拜五。嘛是个含拄则差不多长吼，咱来看，佮发生啥物代志。早起透东北风，晴朗的热，今仔日佮变做热天的天气啊！迄只大胖船的人利用即个天气来拍因迄寡澹气的粮食甲其他的物件。上午发布议会来召开会议。即个会议开煞了后，政务员 Nicholas Renius 摕一张临时的翻译员 Hendrik Hendricks 对迪罗山寄来互即个 Renius 的批啦吼，速期本9月23号寄来互 Renius， 但是后壁佫讲即个批是要互议长阁下看吼。批里写讲，迄个新仔人基哥早着3个含公司联合起来，村社的3个长老落来迪罗山，其中一个对闽南社来的长老，含即个新仔人来到遮，来到台湾遮啦吼。另外2个对塔基多沃社，其实含即个塔基高拉社来的长老，还佫留伫个迪罗山遐。其实这应该是进前咱就知影有即代志啦吼。好，咱继续看吼。因请求温准因去公担生活认证相安无事的伫基瓦加社甲附近的村社的人，用即个方法来互因归顺公司。最后，即个翻译员 Hendricks 请求讲，是毋是会当对迄个新仔人吼？我地沟上。水车倒了，等，我小竖一下我电脑去啊！我本来是要摕水要啉，结果衫不拄好才落去。小，刚才手拄好一条棍啊！小等下吼。好来，我就要发生水灾啦！400年前，荷兰国发生震难，我即马才发生水灾。手打，饮起水。好来，最后即个翻译员 Hendricks 请求讲，是毋是会当对迄个新仔人基哥会去，就是即个新仔人去调解、去和谈，并且带来即三个山区的长老的辛劳，会当互伊一寡受赦摕一个 commission 啦，
因为去求人来嘛吼，来加入荷兰国。这个翻译员的也请求会当送一寡钱去予牧师牧师先生，以便来支付起伊迄间厝的即个费用吼。议长阁下呢，随着甲即个翻译员回批，写讲呢，迄个对闽南社来的长老，阮已经赠送伊2匹面布甲1支公司的罐汤哦。另外，迄2个长老也要赠送因甲阮赠送即个闽南社长老共款的礼物，并且吩咐该翻译员必须爱斟酌来关照吼，爱互迄3个长老每一个人拢感觉满意。关系到因所要求，想要去攻打敌基瓦下社以及附近的村社即个代志吼，阮允准因的要求，但是只敢会当由古鲁塔布社以及附近阮含阮联合的山区村社的人去攻打。低落山社的人袂使去参与，毋过爱考虑好，爱有拍败敌人的把握，才会当出去攻打。而且一旦拍赢，会当一举来消灭因。迄个是哪人的要求会当同意，因为伊已经完成了任务。最后，以前的长官阁下8交52号，予 Ranier 先生。正做要支付迄寡，主要是为着要建造牧师的徛厝所需要的材料的开支。现在为着共款即个目的，搁再交52号予伊。4月28号拜六，早起透东北风力袂细，好天，议长阁下由几个人陪伴去赤坎。要暗暝转来，伊去巡视了3个公司的田园甲马条，4月斟酌你查看，查明情况，并且详细指示每一个有待改进的所在。好，3月2号哈，4月29号礼拜日。早起透南风，下晡透西南风，暗时透北风，变化不定。今仔日做礼拜，4月30最后一天啊，4月30拜一透北风，风力微弱。5月初一拜2，好来，微风对西方吹来，以后该对西南方吹来。迄只大篷船 road bus 和驶出港外，要去停伫港航道上，单方要出航。中昼11点到12点中间呢，有伫遮看见日头四射，有一个掺杂着数种即个色彩的即个大圆箍啊，吼，这是要有标什么呢？有待时间来揭晓吼，这里揭的我不要读。揭 get 吼 ，cat 吼 ，get 吼。我嘛毋知是对一个音是啥物音啦吼，我哋就是有遮侪读音啦吼 ，get。我看大你大书顶有手指字无？当然共汉字，但是伊的音无共啦吼。夹哦夹，或者是夹咬，甲刺夹起来，夹开夹。野人会啦吼，几说爱先讲啦，对无？你可能毋知影你讲对一个野咧吼，伊就是用尖毛来甲拗起来，用尖的毛吼来甲拗起来吼。
用针挑起来啦，意思就是安尼啦吼。伊个鬼蛇安尼嘛无讲解，当然伊本来原本鬼蛇是日本啦吼，吼甲刺压起来吼，或者是夹起来吼，可全音是夹吼，夹吼。但是呢，我看这个揭吼，揭晓的揭，伊有揭晓呢来，人日文这个大理大词典有写。揭晓吼，读做揭晓是文言词，就是公开告示，叫做揭晓吼。伊嘛有揭示、揭示啊吼，公告周知、揭示，就是揭示、揭晓、揭帖是啥物呢？揭帖吼，揭帖，攻击人等等的帖渣吼，就是写黑函呐，即嘛有叫做写即个黑函呐，吼。即有个台语有一个文言词叫做揭帖，吼。哇，即个各位有机会学起来哈。其实我应该爱做笔记，对，我看我都做笔记，我今仔日才想到，实在是想慢啊。哇，即个笔记要安怎笔记啊？无法度。爱甲即个 video 欠起来了后，才有法度做笔记。所以我即嘛无法度做笔记。聊天室敢袂使？我看觅，甲打起。揭帖。揭帖意思就是攻击人等等的帖渣。直接写黑函较紧。揭帖吼，揭帖吼，揭发嘛吼，揭发人的即个黑暗的揭帖吼。好，来，无对吼。转来遮讲，我讲迄日头四说即个各种的色的即个大字箍啊啦吼，有标啥物犹太时间来揭晓吼。愿上帝保庇公司免你遭受损害。下晡3点的时阵，透起南风，监督官 Six 甲常务员 Burns， 防议长阁下指令，阁去落船吼，落迄只大篷船 Roadbus 号，愿伟大的上帝赐予因顺风，引带因上北去到淡水甲过人。阿免。阮寄批去迪罗山，互翻译员 Hendrick， 忽然间伊的姓啥改啊？本来拢 Hendricks， 即嘛变 Hendrick Roderkirk， 我看嘛是毋是同一个人 ？Hendrick van Roderkirk， 真正无共人的款吼，是伫迪罗山的学校教书，因会对有注卡小改即个人嘛。一般咱拢是头一道看到即个人，看到伊的头一道看到即个名才会对照注卡小改吼。Hendrick van Roderkirk 呢是迪罗山的学校教师兼翻译员，对1656年起就担任这个职务。批年消这个翻译员的批改讲，不准迪罗山社的人去攻打山区的铁基瓦下社，因为该社距离因太远，去遐那。遭受到的损失会比因受到的好处更较多吼。迄寡古鲁塔卡普人社人和其他山区村社的五方的友人，就是含阮友好的人啦吼。因为语言通晓又搁熟悉
迄个弯弯翘翘，毋是，伊阁是有熟悉迄个坎坎坷坷的即个山路。佫较适合去攻打迄寡侮辱阮的人，吼，就是另外一个车颠倒去攻打较方便啦，吼。因熟悉路，吼较适合去，因此，就甲迄寡低落山的长老讲，毋准任何人去遐，因为阮认为安尼做对低落山下的人上有好处。阮收到政务员 Johannes Olario 对摩里摩伦寄来一张批。摩里摩伦，咱讲即个社即嘛拢，本来是伫个打到遮嘛吼，后来因为含互来咱证书，因着先迁徙去即个屏东遮吼。摩里摩伦屏东市的南边啦吼。好，来政务员对摩里摩伦寄来一张批，四期4月30号，内容写讲，塔楼甲大德基社的北商拢咧嫌讲，若是无阻止麻豆社、小人社甲其他社的社人来南部地区交易槟榔吼，因就拿袂出罚金咯。趁袂着钱啦吼，因此请求禁止迄寡人来交易。即个政务员乌拉瑞又破壁甲真重，因此呢，恳求互伊来转来即个台湾遮疗养，上前会当对该信函看到。阴暗5、6点中间有看见，又搁看见港道里出现迄个小沙洲吼，小沙洲就是线啦吼，一个线洲啦吼，真打扫来伫遐吼。港道内底出现小沙洲，啥物意思？就是即嘛沙愈积愈多啊啦吼，因来遮30几栋，本来是一个港，怎啊已经开始出现小沙洲吼。5月2号拜三早起约略有南风，但是即个南风伤过微弱。抵到迄只大篷船 Rottwas 号，因为平静无风，以及正流的即个海流吼，无法度航过迄北边的礁石区，只敢若留啊前进尔。阮寄批去互政务员 Johannes Olario， 答复伊讲，就算北区村社的原住民去遐交易槟榔，伊嘛袂像迄寡北商所嫌的安尼严重到会互因拿袂出罚金。只要即个北区的原住民因是去交易因家己需要量的槟榔，阮认为讲，就含阮来拒绝因去交易无偌侪差别吼。就是因若敢若买家己要需要用的槟榔，安尼，就算阮禁止因来嘛，无差别无介大吼。不过呢，就是讲，毋过呢，也是会当严厉禁止因不得去家己的村社以外的所在进行交易。阮也会对此地来因说明，因为迄寡北商，就只敢若有安尼一滴滴的商品吼。也必须爱谨慎来真适当来交易，因此乌拉里奥也咧命令迄边的学校教师爱特别来保存迄寡商品，毋通像甲阮讲的安尼，因为因特别的好处，每一礼拜拢差不多爱送几篮的即个商品来遮吼，来即个安平遮啦吼。毋知啥物意思，看无吼。因此，即个乌拉里奥也会当因为伊的破病来遮吼，来安平遮，要下令交代好，互伊无伫的期间会当安然无事。就是讲，你要来会使啊，迄边交代好势啦吼。伊要甲犹阁伫此地含伫迄边受禁的罪犯名单同齐查来，名单上爱注明因的罪行，以及伊认为因应该受到的
应该受到的处罚，以便会当甲因判刑来处罚。最后也甲伊讲，4月26号分别通过北区政务员的关系到北商，会当继续留伫个原地代志。约落中昼的时阵，迄只大胖船利用持续透过来车来即个南风来航行，驶出阮的世界。有一只大胖船，有一只胖船啊吼，出航前往南部，坐6个人载去10匹的面部7罐的烧酒、6桶的糖水、1篮的糖甲50担的盐。5月3号拜四，还阁继续咧吹真强的南风，早暗对西南方落真大的雨。5月4号，早起透东风，即个法务议会召开会议。下晡透北风，乌阴天，即种情形持续了规暝。5月6号，犹原是继续早暗的迄种天气。5月7号，毋是5月6号，拄则5月即嘛5月6号礼拜日透北风好天，安歇日做礼拜。5月7号拜一。透西北风，暗头啊透北风，有一只胖船摕着阮的通行证出航前往鸡笼甲淡水。议长阁下用即只船载着一张被甲塑件物件，以及3只胖船所在装载好物的摕好单，来去互即个监督官 Daniel Zix 和上述迄个地区的政府议会。鸡笼淡水啦吼，批的内容会当对书信抄本看会到。即只胖船还阁装有下列的物件：54篮咖啡色的糖，一般咱讲乌糖啦吼，还是红糖、乌糖啦吼。应该是讲红糖吧。5罐薰草，15桶烧酒，2篮冰糖，2篮冰糖啦。2篮冰糖50稻米，1担葱啊，1担蒜啊，毋是蒜啊，对，蒜啊吼，150罐的山酒，甲1担糖水，坐20个人，并且除了上述的物件以外，装有20包公司少来的日本米，要载去互迄边的驻军。5月8号拜二，早起透东风。暗时啊透北风。5月9号拜三和昨昏相像。5月10号拜四。早起透东风，下晡透南风，风微弱。有一只胖船航往鸡笼甲淡水，坐18个大埔载有下列的物件：50稻米、70稻烧麦、7桶又搁3罐烧酒、60篮的糖、100罐的山酒。1篮的冰糖，5担的葱啊，1篮打的虾啊，2篮鹿仔肉，甲20包米，是要载去交去互迄边的公司主管的20包米啦吼。5月11号拜五，透早透东风，风和顺。中昼过了无偌久，就透南风。阮写批互新港的政务员赫曼艾克曼斯。主要是写讲，伊的前任政务员甲一位牧师，就是温贤牧师，这2个人下底拢无注卡咧。第二道看到这面啊，为着要饲因的马，温存伫个新港社府军国拥有10架的土地，由新仔人来证实。现在议长阁下接到报。伫新港社的东北方远的所在，有安尼一块地立被证实，伫遐有新仔人白食白啉，骗取衣食吼，还有其他荒淫的事情啦吼。因为迄个所在呢，距离遥远，无容易被察觉吼。无容易被觉察啦吼，伫遐一直拢老老实实咧正做的其他人，
即不被接纳，因此呢，命令即个艾克曼斯一旦即支作物收成了后，就要随将因迁徙出去，甲因迁去新港社西边挖靠迪加人的农地，伫遐安顿落来，遐有够野的土地，也较容易监督管理即寡下流的人，互因带做伙，并且命令因爱去调查新港社东边抑阁偌济。抑阁偌济未开垦的土地，伫遐带偌济西南人，并且回批来甲阮讲。5月12拜六，透南风，天气温暖。5月13礼拜，做礼拜风对西边甲西南边吹来。5月14号拜一，早起透西北风，又搁落大雨落的农夫欢喜起来。上午，政务员赫曼·埃克曼斯亲自来见议长阁下来报告顶面伫本个月11号所提起过的代志。下晡召开政务会议，应该是佛罗摩萨议会个会议啦吼。会中决议可敬的法务国号来咧写讲，应该是佛罗摩萨议会个会议吼。过来国号。会中决议可敬的法务议会法务秘书职位将会由原任新港的政务员下设商务员赫曼·埃克曼斯来担任法务秘书的职位啦哈。胖的重量像以前规定的安尼，又搁该增悬。两个 Stuvers， 讲差不多是5线，我来印象中较早毋是5线。好啦，不管吼，两个 Stuver 吼，相当是河顿10线的白胖，至少需要10两重。同款的介绍的一般的小麦粉的面包，就是胖啦吼，应该是讲胖。我看下底注脚第2。讲也会当翻译是原麦粉的胖吼，就是一般所讲的乌胖，其实是咖啡色的胖啦吼，并毋是真正是乌胖吼。好，同款介绍一般的小麦粉的胖呢，至少需要14两重。介绍俗的胖也必须要有照即个比例的重量，即个规定将会伫最近用告示通过一个烘面包的师傅，并且甲因讲不得掺入任何的米入去。有违处令者将罚款25里尔。关系到佛罗摩萨的村社要白社的代志，大多数的人拢认为毋免急咧举行吼，还佫会当小可前一个月或者是佫较久。等收到要含西纳开放贸易的消息，再来决定白社的日期。愿上帝互阮真紧就会当收到即个消息。最后，针对电官斯基多发放的告发政务员 Nicholas Renius 意图贪图利益、收取垃圾钱财的案吼。就是电官斯基多告政务员啦 ，Renius。如果所告发的代志被证实，也被佛罗摩萨议会来审定啦吼，都爱交互法务议会处理。详情会当对今仔日的决议录看到。5月15号拜二，透西北风落大雨。5月16号拜三，透北风乌阴天。5月17号拜四，透西北风，暗时透南风。5月18拜五，透东北风，风微弱，下晡北风继续吹来。
阮用一只柯仔船送批去服务人，互政务员 John Moore 甲伊讲，因要离开此地时有命令因。以后，伊阁伫今年3月29号用书面严格来命令因的代志，到现在犹未当对伊收着。此事伊伫4个月前就已经应该爱做。所以服务人的政务员就是爱甲伊所管辖的身躯地区的情况详细来批甲阮讲。无可疑疑，迄边绝对无倒课材料，无欠课材料啦含机会来写批报告。所欠缺的是根据阮现在所会当注意到，就敢若有热心、勤劳、利益。因此呢，阮不禁要想因此阮不禁要安怎翻啊？不禁，我查一个，卡片不禁，做台语。对应中文不精无，不禁要想，只是想不起来。因此，阮不得不想讲。伊伫遐无善尽伊的职责因为伊的懒死，互真侪代志被荒废耽误啦伊必须要应阮恳切的期待，写批来甲阮讲伊做了甚物代志。如果伊无伫咧做阵，互阮满意的答复，阮将会必须要甲伊的职务交互另外一个认真有才调的人去做。阮相信用即个公正的职责，会当互即个某搁较骨力起来，履行伊的义务，也是伊应该有的谴责因为咱死的人一事无成所罗门安尼讲。我读个爱困啊，我看啊，5月19，还有15分钟，拜六。我摕只物件来食者。5月19拜六早起微风对西北方吹来，好天。有一只胖船出航前往南部，坐6个大埔。再去30担盐，8担面布，一篮的糖，一篮鹿仔肉，3桶糖水，甲7罐鲜仔烧酒。下晡关系到要增加麭的重量的告示呢，伫咧此地台湾甲普罗宾西亚用荷兰文甲中文公布，互大家知影，就是揭示啦揭晓啦暗时祈祷会了后，祈祷会了后。可见的佛罗摩萨议会召开会议，会中决议，爱用告示严禁以后任何人，无论是农夫、蔗农、制糖者，或者是其他有关的人，伫即个告示公告了后，来点压的糖无经过，就是
摕糖去压啦吼，无经过该制务者事先该制管者或者是其他拥有该管理者知会以前吼，拢不得转让出卖，或者是暗中搁用别人的名义交互公司。有为处令者每一担糖要罚款2厘尔，告发者会当分1/3，官员会当分处2/3，而且为着要互制管者搁较有保障，搁较会当安心，还搁决定爱命令迄寡制务者，如果制管者要避免因点压的糖被卖出去，而想要派因的仆人用家己的费用去将糖载去因的厝里或者是农地上，因必须要接受即个做法，因为安尼做对公司有好处，对即个社会安定繁荣，搁较是有即个需要。算你摕糖去共借钱啦吼，结果你搁甲煞甲糖搁甲卖掉啦吼，你着迄糖着已经算压互别人摕着钱啊，即嘛搁甲卖掉吼，卖2手安尼就对啦。好。后一条，后一日5月20号，礼拜日，早起透西北风，风力平常，暗时啊强烈，阁继续吹来。今仔日是国外节，伫咧恭敬纪念耶稣基督的国外当中，经过一天。5月21号，拜二，毋是拜一。透南风，下晡透西北风。今仔日伫厝地教会聚会，聆听上帝纯正的话语。阮收到可尊敬的牧师汉布鲁克对麻豆写寄来一张批。你看对即个汉布鲁克吼尊敬的，特别摕去伊拢用即个头前拢敬，足尊重伊的即个称呼吼，可尊敬的牧师。对麻豆寄来一张批，写讲遐有6个死仔人，因为年岁大，因为高龄啦吼，袂当伤劳动工作，其中有2个已經70岁，伊甲因的名写来互阮。5月22日，拜二，早起透东风。日是透西南风，风力还袂细，继续咧吹来，但是要暗仔就停止无风了。5月23拜3，含昨烧香。5月24拜4，看即马因为是咱迄边禁运吼，禁止做生意，拢无日期拢无写即个绩效咧吼。好，5月24忽然间佫变佫长啊，看觅啊。我本来想讲今仔日5月当读煞，结果我看较难啊。5月24拜4，早起微风对东南风吹来，阮感觉奇怪啊，感觉烦恼，因为今年4月26号对厝地出航去避南的迄只领港船，还袂转来，也全无音讯。敢会遭有了啥物意外事故？阮犹疑不安，因此写一张简短的批叫中士 Peter Jarrett， 或者是伊外出的时阵，互遐的指挥官。问因敢有人看到即寡人，或者是听到迄寡人的代志，并且爱因尽量较紧来批答复阮。愿上帝互阮听到的消息是好的消息。总之希望伫迄个船顶的人，就是迄个中士甲阮的领港员以及11里的水手、10个士兵甲7个避难人，拢早就已经安然到避难。即张批将是上有可能的做军派一个人，这是你写啥？到底是安怎？是希望啦吼，希望讲因已经安然到避难啊啦吼。即张批将会伫咧做军上有可能的做军派一个人对陆路专程送去避难，除非迄只领港船伫即个期间转来到厝地内。此事愿伟大的上帝互阮甲阮成全。阮收到可尊敬的牧师 Hermanus
Bushov 对小人寄来一张批，批里详述是哪人拉挂的囡仔可能的情形。这个人呢，这个是哪人拉挂，和一个小琉球的查某囡仔结婚，是由伊个性的牧师 Junius 来证婚的。这个妇女因为被伊迄个异教的翁婿来配上恶胎啦吼，又搁无爱互伊食饱吼，来渐渐啊来衰落落去吼，最后去患着天花死亡咯。有2个伊的囡仔也死去，还佫留2个，就是安娜甲 Junius。会对有注考看觅，讲安娜和 Junius 这2个名拢是荷兰人的名，尤其是用牧师 Junius 的名来做家己后生的名，是纪念该牧师的用意。这是属于西方的习惯，真可能这2个囡仔的西方名，拢是迄个小琉球来的妈妈所号的名，也无定迄个生仔人的老爸，也佫有其他甲因号，佫有另外甲因号中文名吼。好，转来即只吼，安娜甲 Junius 这2个囡仔拢是死去的，迄几个嘛是吼，拢是有受过洗啦吼，死去的嘛是有啦吼。因是加入教会基督徒，以前拢含因的老母伫上课吼，去读书含去教堂。这位牧师甲留落来这2个囡仔的情形，甲议长阁下和议会各位阁下讲吼，请示因的意见。此事无偌久以前，迄个孤立院的代表捌去过小人，并且前任长官Caesar阁下报告，并且请求讲应该下令，互即寡囡仔莫留踮咧因的爸母、因的老爸遐被带去改信异教。但是无被采纳，大概是认为讲加少啦吼，加少认为讲迄并毋是真实的代志。但是现在因为拉挂的伊的某拉挂是迄个新仔人的名吼，叫做拉挂。因为拉挂的某呢，会得注卡讲若当按此事原文叫做拉挂 Rowe 拉挂。拉挂的某啦吼，若无写毋对啦吼。安尼拉挂除了含迄个小琉球的女子正式结婚以外，还佫另外有正式结婚的某。但是这种情形伫咧当时荷兰人统治之下，台湾是无被允准的啦吼。这个 Rowe 吼，只有可能是有一个，就是这个某只可能有一个吼，其他有男女关系的查某人。称作 concubine， 然后这英文嘛是安尼叫吼，合妓啦吼，斗的啦吼 ，concubine， 我来，咱来查一下吼，我写这个书 ，copy， 我先用 concubine 做台语。concubine 对应英文的吼 ，empress 一堆，有回妓，阮讲合妓啊吼，回妓，嫔妃，毋捌听过，那嫔妃吼，毋是嫔妃，偏房吼，睡姨啦吼，睡姨。测试吼，测试，拢是 concubine 吼，合妓吼，合妓是应该是无结婚的啦。好 ，Marino 是姨太太睡姨吼 ，concubine 睡姨啦吼，姨太太
哦，转来就是遮。讲即只写讲即个某吼，即个有一个可能就是其他有男女关系查某人称做即个空手牌吼，有一个可能就是讲迄个某是小琉球的女子死了后，拉挂搁再娶的某。好，咱转来二是写讲，但是现在因为拉挂的某又搁无摕到符口，就甲伊的囡仔对小人带去含西港。含拉挂的即个空球牌吼，碎鱼大，甲迄个 Junius 剃头，挂头写讲，因的老母要挖着的时阵，因拢无一个是剃头的。迄个 Anna 啦，迄个查某囡仔 Anna，毋若比穿上，就是穿即个新仔人的衫，又搁被逼吼，按照新仔人的方式，白骹。受迄种无法度忍受的痛苦，哇！你看吼，白骹吼，大明的时阵哦，400年前都你白骹吼，这汉人啊吼，新仔人啊，虽然即个查某囡仔现在已经是18岁的成年了吼，要是着爱安尼目屎流目屎地忍受即种激烈的痛苦，哇！18岁，迄骹就已经，吼，各位若看过白骹，你就知影偌恐怖吼。唉，这是足野蛮的吼，好，不但如此而已吼，抑佫必须要忍受因老爸的即个好奇的即个采用啦吼，凌辱甲即个恶态吼。苦毒啦吼，剩这两个囡仔，但是这两个公囡啊，一个就已经查某就已经18岁啊。好，后来咱来看下对感叹词讲啊，对因的老爸所会当期待，就敢若只有希望伊肯来放开因，就是甲这两个囝放啊吼，放手，互因伫咧基督徒当中接受基督教的生活教养。因此，这位牧师恳求阮用正直的基督、怜悯的眼光看待这个状况。你就会当理解哦，西方人或者是讲伫基督徒眼光啦，西方人的眼光，迄个汉人其实是野蛮甲有寸就对啦吼。迄真正是野蛮人吼，所以吼，你讲你气汉气死那话吼，我是足赞成的吼，因为在我眼中的汉人其实是野蛮人吼。下令互因用正直的基督徒怜悯的眼光看待即个状况，下令互因会当伫咧基督徒的生活中教养长大。安尼的环境无可能讲对因的老母迄边自然的身世去考虑吼，爱对孤立院或者是其他的所在去找。这位牧师认为讲，迄寡囡仔的状况袂当搁再继续忍受落去。也毋知影佫爱偌久才会当确定即个案，所以伊提议伫对此事达成决议，并且下令执行以前先互即个查某囡仔来伊的厝住，互伊会当照常来上课、照常读书、甲上教堂，含伊同齐食饭，一切将按照基督徒贺客要求接待伊。所以台湾伫个电信讲来了后，就进入黑暗期啊！吼。这是黑暗几百年吼，200-300年一直到什么时阵？一直到日本人来啦吼，一直到什么时阵？我直接安尼讲较明诶啦吼。你对查某囡仔白卡即个代志来看，你就知影吼。日本人统治50当，伫个差不多各统治我算一下差不多19算1空好啦吼，减1895统治差不多15当，日本人才开始下令讲袂使白卡，吼。
莫讲什么欧洲黑暗时代、中世纪黑暗时期吼。你若对台湾史来看吼，台湾史自其实讲来就开始是黑暗时代啊吼，真正是黑暗时代。你看历史嘛，无法度像咧，逐工记，感觉都记甲遮详细吼。黑暗时代，我就想无即寡。较早阮读我伫台湾时阵，当做讲家己是偌文明，家己是偌伟大一个民族。下戏下井，笑死人，真正笑死人。好个我读较对啊，已经时间超过，拄则迄篇足落长一篇吼，真罕你看着啦吼，忽然间写一篇遮大篇吼，我真正足感慨啊。较早吼，我伫台湾的时阵，你若看着讲，伫咧报纸，联合报啦吼，上爱批评啊，恁即寡人吼，去中国化，去意思就是恁陪祖啦吼，即个，我都毋知要安怎讲。好，今仔读到5月24啦吼，5月25，剩后手过5天，5月就结束啊吼。明仔载，好，明仔载再来读吼。咻，我看啥物人？马云，好，咱基本成员啊吼，感谢恁吼。恁互我洗脑洗到差不多啊！恁伫台湾大汉足辛苦的。下位哈，芭比下位。喂啊！我甲你讲一个好笑，我感觉大家来做伙，就是因为大家的想法拢差不多啦。哦，安尼吼，好。对啊，人阮细汉查某囝讲，伊想要申请台湾的大学，伊要转去读这个。所以阮查某囝咧拍算讲要升3年，转去台湾读大学。好 ，OK， 当然是好，台湾是好所在，当然是诚好斗阵啦吼。台湾真正好所在啦吼，所以即嘛即种情形颠倒是较但是吼，你有看，我毋知要安怎讲，我爱讲啊吼，我伫倒是另外一部分的人总是想要甲台湾搁扭入去黑暗内底啦吼，迄寡人吼。好，来讲到遮就好，咱规帮明仔载继续吼。好，多谢阿关，多谢大家。